李贵人在回永和宫的路上，看见月色明亮，一时兴起就去了御花园赏月。不料，师父，我已经找机会把东西12宫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铜匣。这皇宫这么大，咱们这么找，等于是大海捞针。最好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宝库的储藏名册，查到铜匣放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。我正想尽快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。好像是2个男人，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，应该武功不高。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，只怕不怀好意。当时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，也不能反抗，而只能借着巧劲儿避开要害部位。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针对厉鬼人。救命啊！刺客！我装作凑巧滑倒，把其中一个人推进了池塘，另一个人还想继续行凶。幸亏有巡夜的侍卫听到呼救声，赶了过来。救命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往那边跑了！抓刺客！站住！别跑！究竟是什么人？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但是想要擒住这个人不难，可惜我们不可以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。会不会有人识破了倾城的身份？不可能，如果识破了身份，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，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。这2个蒙面人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，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，而且还一定有地位。今夜的行刺一定是受人指使，能在这宫里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。鳌拜，可是鳌拜有什么理由要对倾城下手？等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其中有一个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甚是熟悉，有点像李公公。李公公，这样就没错了。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，多半是鳌拜觉得倾城挡了奕欢的道，所以才让李公公暗杀厉贵人。等我明天去见见鳌拜，探探情况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估计还没有醒呢，他只是在说梦话。六师傅，让倾城撤离紫禁城吧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寻找铜匣。不行，倾城入宫以来，他已经成功的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他现在又很用心的结交内奸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拿到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，查到铜匣的下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？可是让他一个人留在紫禁城里，委身侍敌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也太委屈他了。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比起国破家亡来说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太子，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、儿女情长，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数万义士寒心吗？厉贵人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，李太医辛苦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，回头微臣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。李太医慢走。李太医，欢大爷。李太医，我随你去太医院给厉贵人取药吧。有劳欢大爷。
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听见雪姐姐在昏迷中喊了你的名字。这应该只是凑巧吧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了。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傅啊，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。朱哥哥，你不会迟钝到连雪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？环梅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跟雪姐姐也同枕共眠过。我不只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，不敢表露出来的。环梅，有些事情，就算我们心里明白，也不要说破，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，扰乱大家的心神，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只要明白，在我朱慈轩的心里，只有你李易欢一个人，其他人对我来说，都只是朋友，还有亲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。那种暗恋的绝望感，雪姐姐一定很痛苦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尤其是我，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，不要说是幸福，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
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，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。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？他受了重伤，经卑职用心医治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尚需调养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。卑职不太明白。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，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。随后，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。像这样一块绊脚石，留着他有何用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厉贵人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。好在几年以后，索尼病老而死，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，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。所以老夫认为，
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剑的女儿受宠。那这次丽贵人遇刺，自然是老夫安排的。这2个宫中的内线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是失手了。听内线回报，说这个丽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，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，好像会武功。这个丽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会些简单的功夫，也未尝不可能。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？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！你尽管去做，有老夫在，自会保你周全的。卑职遵命。好多了。真是奇怪，丽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，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，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她。这皇上不是很宠爱丽贵人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宠又不是爱。皇上年少风流，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。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，行刺后宫的嫔妃，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，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。他不来见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虽然入宫不久，也没能见过康熙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。大师兄，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，告诉龙三，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，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。自从龙三知道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，龙三似乎就生气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，他也都是置之不理。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，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，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。我看，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。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听龙三说过，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，我让欢妹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哎，站住！看你这身打扮，你应该是个答应啊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跑到这御书房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啊，我想起你来了，原来你也是侍卫，在御书房当差啊？龙三呢？我要见龙三。你是？你忘了我了？大概3个月前吧。当时刑部正押着一群要犯，去菜市口斩首，咱们碰到了。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干嘛呢你啊？是你？我呀？哎，你是个女的，还进宫当了个答应。哎，龙三呢？龙三？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？我知道啊，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？在御书房当差。哦，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我明白了。龙三他今天不在，你身为答应，也是后宫中的人，没有宣召呢，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，以免惊了圣驾。现在皇上啊，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，啊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哦，龙三也不在，走就走嘛，皇上哪那么容易就惊了圣驾呀？